首先我们合掌归发心，诸佛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佛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说法诸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说法诸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大家晚安。那今天特别的高兴见到你们，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人，所以应该是一开始见到的都是陌生的人，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主要的题目，就是应该是大纲，我们就是那个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全部都学完了，但是我依照自己的思想去解释，这样子比较好。那我就是认识喇嘛一西，他要求我到这里来，所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分。那我们就是在吉天菩萨入菩萨行论，他一开始著作入菩萨行论，那个时候他也就是曾经讲过了，他说过去没有任何人不曾说过的，我在此也不会说。我的幼稚遣词也好，我没有那么擅长，幼稚遣词上没有那么优美，但是我今天就是著作了这个入菩萨行论，但是跟自己对自己缘分的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也是这么讲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讲说，没有上师，所有的上师过去不曾说过的，我在此也不会说。但是我自己以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所以我在寺庙差不多研究佛法差不多20多年，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点点心得，我自己拥有的一些的经验，有这样的方式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正法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也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但是就是我口音上面一些的有口音很重，中文不标准，有些的语法颠倒，那这样的话你们也就是听不太清楚了，那一定要仔细的听。对，那我们再就是先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现在佛教的一般就是佛教的传承法脉，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的它的传承传下来的一个法脉跟传承的那个来源，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的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所有的我们佛教徒共同所承许的，我们所有佛教徒的依护也好，教主也好，所以世尊薄伽梵释迦牟尼佛，所以2000多年前才为了虚空般的众生，他来到这个人间，他在这个地方他实现了12相成道。那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这个12相成道的部分不需要多加解释的，大家都了然于心。
那在舍相成道之后，那就是他在印度路远远开始，瓦拉纳西开始，所以就他就宣说了四谛法轮等，所以他宣说了帮往4000个法门。那我们可以说是帮往4000个法门。那我们2000多年前的世尊成道的节日，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月的就是藏历的4月15号早上清晨，差不多4、5点左右，可以应该是判断这样的，他就是在菩提树下，所以他圆满证得觉佛。那以时间来我们去看的话，今天我们因为也是在这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盛会，我觉得以时间来去看的话，非常的殊胜的一个日子。我们西藏人通常讲，这个月是一个10万遍的月。10万倍是什么？我们通常讲4八功倍，不只是4八功倍而已，这个是就是10万倍。所以你累积的一个功德的话，这个月就是变了10万，那它的功德多大？所以你们也是在这个地方以时间来我们去讲的话，时间是非常的殊胜的。原因是什么？世尊成道日或者诞生日，所以这个全部都这个月接起来，就是这个月的节日上面。那以上师来讲的话，这次也是你们就是能约邀请到这么殊胜的一个瑜伽师噶钦仁波切，你们能邀请到他来代理3天的闭关成修的一个修习的过程。所以以上师来讲的话，非常的殊胜；以时间来讲的话，也是更殊胜的。那佛法上来讲，佛法没有什么大小或者轻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也这一次一定要就是在内心欢喜的心来。所以3天期间，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做得到。所以一定好好的去那个仁波切的带领下，你们好好的那个禅修闭关，这是非常的殊胜的一个节日。那我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在世尊菩提树下圆满，所以他就是圆满那个成佛。从这里算是他转法轮之间49天，他没有宣说了任何的法门。成佛成道日这里开始算是49天之后，他开始在瓦拉纳西宣说了四谛法轮，开始就是帮往4000个法门。当时世尊住世的当时，在印度来讲的话，佛法非常的兴盛的，大小乘、密乘都是非常的兴盛的一个时代。但是世尊涅槃之后，实现了涅槃之后，在印度来讲的话，渐渐的大乘的佛法渐渐的没落了。一段时间连大乘的名称也销声匿迹，更何况是实修大乘的佛法，大乘的道次第。这个应该是时空背景的，当时的时空背景的影响，所以没落了大乘的佛法。那一段后来，所以世尊涅槃之后，所以我们在人间，龙树及五浊恶2位菩萨来到人间，他们把所有的世尊的正法恢复了，世尊住时的，所以容体或者盛况，完全是恢复到世尊当时的那个印度的当代的佛法兴盛的时代一样的，这样的恢复了。那我们再就是印度这样的一个传下来，五浊、龙树这2个的恢复的如何去恢复了？
所以世尊的教法。那我们就是龙寿，它就是圣界派的传承，恢复了圣界派的传承。五浊，它是一个观行派的传承，这两个是观行于圣界二大传承，他们两个就是恢复起来，把这个传承就是恢复了，所以在开始就佛法就是渐渐的牺牲了。从这里到开始到我们传道就是陆地或者大陆、中国或者藏地，这个中间就大概就没有中错过了，到现在为止。所以这样的一个佛法脉传下来的一个应该是清化是就是这样。